在敵人面前的持守。詩篇70篇。神啊，求你快快搭救我，耶和華，求你速速幫助我。願那些尋索我命的抱愧蒙羞，願那些喜悅我遭害的退後受辱，願那些對我說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後，願一切尋求你的因你高興歡喜，願那些喜愛你救恩的常說當尊神為大。但我是困苦窮乏的，神啊，求你速速到我這裏來，你是幫助我的，搭救我的，耶和華，求你不要耽延。神啊，求你快快搭救我，耶和華啊，求你速速幫助我。當詩人咁樣呼喊嘅時候，我哋都聽得出佢焦急如焚，求救深切。不過佢嘅心情雖然驚恐難耐，佢嘅處境雖然危急萬分，但係佢嘅禱告卻唔係尋求仇敵滅亡，只係願那些尋索我命的抱愧蒙羞，願那些喜悅我遭害的退後受辱。呢一個係幾咁克制嘅禱告，呢一個克制嘅能耐流露出詩人佢對聖潔嘅持守，以及對神主權嘅信服同埋敬畏。佢只係求神嘅救助，祈願敵人停止惡行，而堅持唔以惡毒嘅心回敬惡人。今日當我哋面對職場嘅排擠、家庭衝突嘅時候，又有冇守住良善正直嘅心，展現不一樣嘅能耐呢？當別人傷害我哋嘅內心會唔會暗暗咁盼望佢遭報受禍，恨不得有幸災樂禍嘅一日呢？如果會嘅話，咁我哋都同佢哋一樣變成惡人啦。我哋嘅眼目唔應該只係在乎敵人是否倒下，反而要留心自己能夠常存專一倚靠、清潔順服嘅心。正如約瑟面對賣佢害佢嘅兄長時，佢所選擇嘅係饒恕，佢所認定嘅係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我哋尋求嘅應該係神自己，而唔係敵人遭害。我哋嘅歡樂係因神而嚟，而非受制於環境嘅順逆。我哋所信靠嘅係永不耽延嘅神，佢未必按我哋所期待嘅時間出手，但係佢嘅拯救必然臨到。願我哋喺等候中保守己心，尊神為大。